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聽獨樂樂。今日咧要同大家分享嘅書咧叫做神啊，我不想再努力啦，請直接話俾我成功嘅方法啦。呢本書嘅作者大木雪野咧，曾經係小學老師同文案策劃，佢嘅人生曾經都係諸事不順，但係當佢下定決心將一切交俾宇宙，按照靈魂嘅期望嘅生活之後，人生就出現咗逆轉啦，好運同奇蹟接踵而嚟。佢將呢啲奇蹟嘅經驗結集成書同大家分享嘅。書中透過神嘅視角，以輕鬆幽默嘅對話方式，引導讀者探索內在嘅成功種子，並且教導點樣運用喜悅同愛嘅能量去灌溉佢。書嘅內容呢，由神啊，我連自己想做咩都唔知，到神啊，我既冇才能都冇天分，再到神啊，我嘗試中意嘅事卻徹底失敗咗，一路去探討成功嘅真諦。呢本書特別適合覺得迷失或者唔知點樣發揮潛力嘅朋友。佢提供咗一套唔係叫你盲目努力噶噃，而係透過連結內心喜悅去達至成功嘅方法。首先，呢本書提出就係你天生就具備咗一切成功所需嘅要素啦。作者用咗杉樹種子做比喻，成日得5到6毫米細細粒嘅杉樹種子，竟然可以長成20米高嘅大樹。佢話我哋每個人都一樣，內在都有一粒成功種子，裏邊包含咗天分啊、表達能力、魅力、熱情、創意，甚至係賺錢能力、遇到貴人嘅能力，所有嘢都齊晒。呢個觀念即係話成功唔係要靠外求，而係要向內探索。我哋成日俾外部嘅聲音影響啦，覺得自己唔夠好，唔夠努力，其實只係我哋自己單方面嘅諗法。呢個諗法就好似你記錯咗一間麵包鋪嘅位置，其實佢喺第4條巷口，但你硬係記死佢喺第3條巷口，咁你自然就揾唔到啦。所以呢，成功嘅第一步就係要相信你本身已經具備所有成功嘅要素啦。第二個核心概念呢，就係喜悅係最重要嘅養分。作者強調，種子唔係靠努力，亦都唔係靠操心去發芽嘅，佢係靠吸收喜悅嘅養分去成長。即係話，你越享受人生，能量咧就越容易傳到種子度，種子就會生長得更加茁壯。宇宙嘅頻率咧，即係幸福嘅頻率，而喜悅嘅頻率同宇宙係相同嘅。所以當你充滿喜悅咧，你就更容易接收到宇宙嘅能量。喜悅就係一抽鎖匙，可以開所有大門啦。最重要嘅係，你唔需要特登去揾你中意做嘅事，只要好好享受眼前呢一刻，宇宙咧就會自然引導你，察覺到你真正想做嘅嘢。我哋成日都好忙㗎，忙到唔記得點樣去享受生活。有啲人放工返到屋企，可能會覺得好，唔想做任何嘢。但係其實呢，如果你可以抽啲時間出嚟，俾自己享受一杯奶茶，聽下自己中意嘅歌，睇套輕鬆嘅劇，甚至係去散下步，去金魚街睇下金魚，呢啲都係可以帶嚟喜悅嘅小事。我一個朋友呢，佢以前成日 OT， 覺得好大壓力，後尾佢開始嘗試每日放工之後，就算幾都會去公園跑3個圈。佢話雖然出咗一身汗，但係成個人都放鬆晒嘅，感覺好多負能量咧都咁隨住汗水排走咗咯。咁佢仲話跑步嗰陣，周圍嘅風景咧，迎面吹嚟嘅風都可以俾佢感受到好大嘅喜悅。漸漸咁，佢喺工作上面嘅思路都變得清晰咗，壓力都細咗好多。呢個就係透過享受日常生活，俾自己更多喜悅嘅例子。第3個要點就係停止做你討厭嘅事，以及
唔再對自己講我必須要點點點先得咯。我哋成日因為外在嘅壓力同埋恐懼去做一啲我哋唔喜歡嘅事，或者強迫自己去做一啲即係我必須要咁樣先可以嘅事。作者提出，當你對自己講呢句說話嘅時候，多數人嘅感覺都係唔好嘅，而產生負面情緒，仲會越嚟越唔想做嗰件事。呢種心態其實係源於恐懼嘅，覺得如果唔盡義務就冇存在價值。然而，恐懼係無法成為種子養分嘅。同樣，停止做你討厭嘅事，會幫你收翻好多能量，因為做唔中意嘅嘢會消耗大量能量。呢個就好似你不走植物周圍嘅雜草，俾佢可以充分吸收養分一樣嘅。試想象下，如果你翻工放工都要經過一條你會聞到臭味嘅街，而且你非常咁討厭嗰陣味，但係你覺得我必須行呢條路，因為最快。每日你都咁做，長期落去，你嘅心情係唔會好嘅。但係如果有一日你決定繞遠路啦，雖然遠咗啲，但係沿途有花園，有雀仔叫，咁你嘅心情係咪會愉快好多先？呢個就係停止做你討厭嘅事，同埋唔再強迫自己去做嘢嘅例子。最後，作者嘅鼓勵我哋相信自己係宇宙間嘅寶物。當你覺得自己做得唔好，甚至想嗌嘅時候咧，我哋嘅神一路都默默喺你身邊，從你後面緊緊抱住你。佢知道你經歷過嘅所有事，知道你有足以大獲成功嘅才能、氣量同運氣。呢個宇宙間嘅寶物，愛同喜悅一樣，都係成功種子嘅養分。所以要愛自己，相信自己，當自己嘅啦啦隊，而唔係貶低自己啊！貶低自己嘅言語，會令到種子即枯萎嘅。反之，成日對自己講我真係個天才，就可以激發你嘅才能㗎。呢個就好比你喺工作上遇到困難，大部分人呢可能會自責，感覺自己一無是處咯。但係如果呢個時候你揀相信自己嘅潛力，即使好難，都同自己講嘅，我係可以做到嘅，我一定可以揾到解決辦法。呢種自我肯定嘅態度，就會激發你個內在力量，俾到你更多勇氣去面對挑戰。呢個就係相信自己係宇宙間寶物嘅例子。呢本書嘅獨特之處，就係佢用咗一種好新穎、好溫馨嘅方式去講述成功，唔係一般教你點樣奮鬥、點樣競爭嘅成功學，而係透過傾聽內心聲音嘅方式，令到成功變成充滿樂趣嘅旅程。對於香港人嚟講，我哋成日都活喺高壓力嘅環境中，呢本書嘅理念可以俾我哋一個放鬆嘅空間，重新思考成功嘅定義。係咪一定要用盡全力，犧牲健康同快樂去換取所謂嘅成功呢？我哋可以好好咁放鬆，擁抱喜悅，俾成功自然而然地發生咁樣。聽咗咁多，我覺得大家可以由小事做起，每日揾可以為自己帶嚟喜悅嘅時刻。例如呢，喺返工嘅路上，唔好淨係低頭玩電話，可以抬頭望下天空啊，睇下周圍嘅景色，感受呢黑陽光同微風。又或者喺放工之後，唔好直接返屋企，去一個你平時好想去，但係一直都冇時間去嘅地方，例如一間特色咖啡，俾自己一個冇壓力、冇目的、純粹享受嘅時光，嘗試記錄低呢啲喜悅嘅時刻，慢慢你會發現自己想要做嘅事，亦會更加清晰。總括嚟講，成功唔係靠你搏命嘅努力，而係要學識連結內在嘅喜悅，相信自己嘅潛力，擺兩執着，同埋停止做你討厭嘅事。當你由內而外散發出喜悅嘅能量，
奇蹟就會自然發生啦。我誠心推薦呢本書，俾所有咧想喺生命中尋找更多喜悅同成功嘅你。好啦，聽完今日嘅分享，大家對唔再努力但可以成功呢個概念有咩睇法呢？歡迎大家喺下邊留言同我哋分享。記得 subscribe， 俾個 like， 同埋 share 俾更多嘅朋友。多謝收聽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